1470-961派台新勢力。Hello 加拿大中文電台嘅聽眾，你哋好，我係梁偉謙，我嘅最新單曲係 Midnight Call。忙着去打擾你的興致和你的種種寫滿日誌，難怪我最近為何不知所以如此。 Midnight Call 呢一首歌呢，其實係一首小清新嘅 R&B 嚟嘅。咁呢一首歌主要係講緊呢一個人喺夜晚嘅時候啦，同自己嘅 crush 啦，即係曖昧嘅對象啦，咁就係傾電話嘅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 sweet 啦，同埋好浪漫，所以我好想將呢個感覺擺落去我自己嘅作品裏邊。至於歌曲創作嘅部分呢，今次我係包辦咗曲詞啦，同埋我第一次去做監製嘅呢個角色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都會中意我嘅新歌啦。Midnight Call。謝謝你撐到我找到你，其他小子與你太煩你。Oh no, it's a midnight call, it's a midnight call。 和你隔空欣賞了每天好天氣，時間尚早。謝謝你撐到我找到你，其他小子與你太煩你。Oh no，It's a midnight call， It's a midnight call。 再多講5分鐘。最新最快音樂推介，派台新勢力，我係梁偉謙。